讲到这手机镜头制造厂大立光去予德国的软体厂商指控讲，因的制程内面有偷用到德国的软体，害因损失真惨重。今日头一届开庭，德国厂商负责人也亲身来到台湾出庭。大立光表示讲，发生软体争议了后，一直有含因协调，只是讲因无意愿，甚至去找媒体来向法院施压。手提准备资料，伊是德国软体厂商负责人，一摆亲身来到台中地院，目的就是要控诉过来有名的镜头大厂大立光公司，先自中济该公司的光学校正的软体，造成因遭受重大损失。Without authorization and consent of MVTech, they maliciously and massively illegally cracked Helken and installed in Lagan's computers. Lagan then uses these criminal results to make products and provide them to well-known customers, including Apple and Samsung. 德国厂商除了控诉大立光，也批评台湾司法调查无公平。除了未用知影被害详细情形，也袂使调看卷宗，也佮调工保护加害人。因来台中地检署是强调依法来停办审理。这个案件起因是大立光伫2005年买一款单机版的光学校正的软体，验过大立光技术伫无经过软体公司的同意之下，甲违法破解的软体大量安装伫公司的电脑内底，结果来制作光学镜头产品提供给客户。这代志所以逼出来是来自自称是雷波人所举报。大立光内部却是自行破解，自行破解了之后，它复制到所有产线每个硬件里面。就我所知，几乎全公司的产线电脑都有安装这套破解版的 SDK 的工业软体，数量之多是上千套以上。这人士讲，大立光用仿制的二体识别码骗过原厂的软体，指控因讲闪线电脑内底拢有安装。要来大立光是讲，案件正伫审理中，会遵照司法的程序。我们今天开庭，所以我们预计开庭结束之后，下午会统一对外发布声明。大立光也伫下晡发出声明稿，讲对2023年3月中间，知影讲软体争议以来，就真积极甲软体公司来协商，也积极参与调解。也毋过，对方却是家己终止协商，无想要继续来进行调解。强调伫资讯保密的前提之下，用诚意来解决争议，也协助司法机关知影整个事件的真相，捍卫公司股东甲员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